中度风台多数热，即马继续咧增强。气象局是预估讲，伫明仔甲后日会上挖进咱台湾，台东有可能会落大水雨。气象专家嘛提醒讲，这个风台对南部、东南部的影响上界明显。多数的风台目前向西北行，风台眼清楚看会到，结果愈来愈杂白。虽然受太平压、高压势来影响，上升有波路线有淡薄往南修正。中心电力机率降低，也毋过强度也咧增强。暴风半径会继续扩大，拜日起外围风系对影响台湾，拜三、拜四影响上明显。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广泛的大雨或豪雨出现，尤其是在台东可能会出现大豪雨的状况。这样子雨势比较大的情形，一直要到礼拜五台风登陆中国大陆之后，才会逐渐的减弱。气象局拜一暗发布多数的风台海上警报，拜二下半工发布陆上警报，拜三起，这方面的东半部会有青光风顶入的降雨，拜四雨区扩大，全台各地有雨，东南部爱减风大变雨，拜五中半日天气犹原无稳，尤其中南部风场转为西南风，犹原有可能较大的雨势。那风台无定了中心结构无受陆地破坏，可能对东南部、南部威胁加重。10级风帮我们半径可能只是擦边而已，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这个时候环流，它的台风受到结构破坏的这个量就少得更多，所以等于是说南部还是容易受到这个台风环流偏南风或西南风的影响，那还是有可能会有强风豪雨。尤其是那么久没有强烈台风接近，或者说强风发生啊，这个路上的招牌甚至交通号志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退休了后，头一摆接受网络电视专访，也提醒民众，台湾有大约3至4年无较强的风台发近，多数里可能对东南部带来10级以上的强阵风，中部以北也有9级以上的瞬间强阵风，未通疏忽。记者综合报道。